你再講一次。兩公婆全部都硬紙，一邊入一邊就出嘅，你就望過嚟啊，覺得有人喺背後搞鬼，你唔知佢哋做咗咩嘅話，你就去準備一個百福米缸啦，係呢種寫滿福字嘅，你將佢擺喺屋企啊，佢就係福氣滿滿，福星高照啊，人哋點樣搞鬼都唔怕嘅。咁好多人唔知道點擺啦，我用1分鐘時間話你知點做啦。刷到呢條視頻嘅朋友，說明喺茫茫人海入邊你就係福澤深厚嘅人。留低句神風神水疊加一下啦，因為語言係有力量噶。第一，先睇下你屋企個雪櫃頂上邊有冇亂擺亂放，如果有嘅話就清理乾淨。第二，收到呢個百貨缸之後，你放啲銀仔落去，以後有銀仔就裝入去，直到裝滿為止啊！將佢放喺冰箱頂度，長期擺放唔好喐。第三，一定要認準我呢個百貨缸只有我呢個先係至啱嘅版本啊！佢側邊刻滿咗唔同嘅福字啊，底下有個4字嘅印章嘅，入邊係個根線。佢成個設計真係非常之講究啊！入邊有米，出邊有福，識嘢嘅人一睇就知噶啦。如果你呢幾年覺得自己明明好努力啦，就係差那麼少少嘅話，就將佢帶翻你做嘢嘅地方其他嘢唔多講啦，大家生照得噶啦。